这个自动驾驶的车有伊的风险哦。今年的6月，高速公路发生一件车祸，明明有一台货车已经拍环倒伫个路中，但是驾驶哪像无快，直接就甲弄落去。还有民众看到车位边仔驶过，驾驶人煞是嗷嗷大困。原来这个车拢是自动驾驶。高公局的统计，今年高速公路顶的车祸有将近一半的车拢有自动驾驶的系统。这个自动驾驶辅助的系统，若拄到6种的状况，就会失灵。所以要提醒咱的乡亲，就算启动这个自动驾驶，也是要注意车前的状况。大货车倒伫国道内侧车道后壁一台特斯拉，煞敢若拢无看到，直对头前弄。上尾也砰一声，规台轿车插入去货车的车厢，画面真恐怖，共款惊人的阁有济。特斯拉，它300万可以睡觉啊。 车辆驶伫路啊，毋过驾驶煞直接困去，反正是因为车辆有到自动驾驶辅助系统，才会困甲真路面。毋过高公局嘛发现，这个系统是造成车祸发生的一大原因。 根据统计，今年1到10月，国道上面施工车或是缓撞车遭到追撞就有70件，其中有31件都装有自动驾驶辅助系统，比例高达44%。高公局指出，拄到6个状况，自动驾驶辅助系统可能会失灵，包括含前车速度差伤济、坡度差伤济，或者是弯道路段；前车无驶伫车路中向换车道，或者是转向；阁有特殊形式的车辆、机车。 阁有拄到大雾或天顶特殊环境，拢会影响系统雷达和镜头效能。前方的这个车子，它的一个外形比较特殊，像之前也有这个车辆翻覆，然后呢，让它无法判断说，那是一台车，所以呢，可能这个它没有办法正确做判断的时候呢，它就没有办法适当的去做出刹车的反应。 按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，若是民众的双手离开环道路危险驾驶，相关可能会罚款24000块的罚单。高公局嘛出面提醒，自动驾驶辅助系统只是用来辅助，驾驶人要是要注意头前的状况，才会使避免意外发生。